伫咧嘉义溪口查那卡的查那国小，全校只有42个学生。学校为着要互学生拍基础，同好了解到科学奥妙，学校要开一个机器人课程。学校表示，机器人课程互囡仔有兴趣，佮主动学习，也拍开囡仔人的眼界。学生囡仔讨论机器人要安怎斗，有人找零件，有人讲方法，大家人拢真认真。嘉义县溪口乡的长南国小全校42个学生，学校为着要互囡仔拢有通学，所以对1年到6年的学生拢有上这个课。程式还是控制机器人？操控机器人。就是操控机器人，让它可以叠一座台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长南国小伫5当前，1年2合的学生只有1名。学校认为爱找更较侪资源来开拓学生的眼界，决定除了加强在地文化的教育，嘛要注重国际上的科技进步。因为 Base IQ 机器人这个部分呢，是未来在国中青少年的一些科技竞赛部分，它是其中一个指定项目。那我们希望让孩子提早接触，有一些基础。那未来到国中，他就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去参与或参加这样子类似的一些社团或课程。这个机器人课程伫今年开始，学校嘛有请外口的老师礼拜教囡仔。培因上课，学校老师就讲，增加囡仔较无机会接触这物件，佮加强食信息。所以上课的时阵，大家拢真愿意来参与。透过这个课程，小朋友他们去发挥他们一些自主学习，还有创意这样子。机器的一些就是有一些会出错，然后就是要每个人要一起分享，就是分享意见，然后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学校原本想要培养囡仔去参加比赛，但是欠缺经费。嘉义县政府知影了后，嘛小介资源合作，希望让囡仔会用有机会去参加比赛，为溪口乡的教育环境带来改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